来看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，气象署是继续发布低温特报。今仔透早，本岛上低温伫苗栗大河8.9度，包括拉拉山、有太平山、合欢山、台东、嘉明湖等高山哦，今仔早起拢落雪咯。黄色的碰碰车驶伫壮观的雪地内底，就亲像伫动画世界。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宜兰太平山透早5点外接近0度，咧落米雪。米雪愈落愈大，搁出现雪，翠峰山庄那亲像夜藤共款，互游客看到真欢喜。咱们来这来这都的雪，真兴奋嘞！在这边提醒入山的游客要随时关注园区的资讯及相关的管制措施，并做好自身的保暖。低温加上水气高，海拔大约1500公尺的桃园拉拉山也开始落雪。这雪高度大约6公分，对雪地内底的脚趾向前行。海拔高度共款无到2000公尺的关务国家森林游乐区，眼前是一片白茫茫。那这一波强烈冷气团带着水汽，关渡地区在凌晨下起了3月雪。那现在的温度大概是零下1到2度之间。那目前林路步道雪的积雪厚度也大概有4到5公分。受到落雪影响，新竹尖石乡的新光国小宣布停班停课1天。玉山气象站透早上低温来到零下2.6度，白雪嵌大地，那亲像美丽的仙境同款。台东的嘉明湖、合欢山的武岭、梨山，拢会当看到3月雪的美景。福寿山农场的天地也拢变作银白世界，积雪是达到10公分。3月份在台湾高山容易出现0度以下低温，只要水汽配合就很容易下雪，这在台湾来说是正常的。拜二暗时到拜四的透早，有缘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或者是寒流的影响，对拜四日时开始冷空气减少，各地是渐渐变温暖，大多数拢是有出日。不过西半部每日的温差有缘真济，会当达到10度以上。深夜甲透早有缘爱注意低温的威力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